哎呦，迄是空流哦，较早是真正用迄个。会走出去啊啦！空流啊，你喷出去，真厉害！打炸哦，伫现场叫遐，现场佫会使叫遐啊！哦，魔化呢，即马做甲安尼啊哦！是吧？这啊，伊讲啊，迄种新鲜啊呢。啊，甲我想着啊，也是我甲阮翁吼，迄结婚的时阵，迄底片啊，摕出来啊，关互因安尼。迄种物件无人要爱啦。你搁麻烦一遍，啥物无人要爱？阿妈，嘿，发钱的。你是为虾米唔敢甲我看？我即马吼，拢唔敢甲伊惹啦，到时阵我甲我创。哪有可能？大家拢知影我对你上好啊。好你一箍筋啦，敢讲我唔敢听咧。啊，今仔日搁要看啥？搁要做运动啊呀？互你药啊！药啥？你搁安尼，我就要画救人啊！救人哦！救人啊！这个恐怖对，较早。唔过伊个有哦内面。哎呦，迄是空流哦，较早是真正用迄个会动的啦，哦，会动的物件。我甲你讲，这以前就流行的呢，这无足多人去做。你会惊啥货啊？我惊加抓，免惊免惊，好来三种啦。准备好啊好来，来哟，咱台语望看卖，来。秋春一味，请望开始。哎呦，有点，我迄看袂着，真正会惊咧。你手安尼子啊，安尼拍一种啊，会走出去啊啦！空流啊，你喷出去。走出来了，刚刚那个内底物件你用出来啦，安尼足牙药的呢。听讲这个专家有智慧啊，伊是全新的一柜啊。对啊，小烫烫的全新一柜哦。安尼袂歹，这节目听好，趣味佫会使学台语。咱的台语老师拢是台语上标准的学者，所以咧要学正港的台语，就来看咱的节目哦。对啦，阿狗啊，你哦，就爱定定看这节目，你知无？我拢有在看啦，你免操烦啦，咱继续看落去啦。选择影片送上去台南艺术大学了后，爱先放伫个通风的大厅清点甲整理。啊，变啊，这是毋是伊啥相当歹啊？伊个规个结做伙，伊原本是这婚姻咪是大地安尼吼，足顺的安尼。哦，啊，这个足标准的是讲，因为伊放的环境是热，哦，也是甚至有老雨，吼，啊，伊片客啊，佮生鲜，吼，啊，看到顶面生的花花变。十几年来，张德贤要是一直去民间探访，要抢救以前的电影底片，这种糜烂的精神，互伊找到已经消失真久。全台湾头一出哎呦，这真正好啊，安尼保存的。咱台湾以前吼，真侪物件拢无安尼好好啊，甲伊保存起来。即马安尼真好，咱就是爱好好保存，安尼重视咱的文化。啊，甲我想着啊，也是我甲阮翁吼，迄结婚的时阵，迄底片啊，摕出来啊，关互因安尼。迄个吼，你家己留咧就好啦，迄种物件无人要爱啦。你搁麻烦一遍，啥物无人要爱？你安尼讲话，怪啊！过来做运动哦。搁要做运动。哦，我上爱吃路边食迄路边档。啊，这我知这主持人迄台南妹啊啦，迄台南妹啊阿优啦，嘿啦。唔对，啊，大家就甲我照顾，就带我来食冰。哦，食冰。哦。我若说食冰无，即摆就热，我嘛要食冰咧。你啦，我就是惊迄啥物一粒米的，小哥讲要叫我走，我真正就昏去。伊即届吼无代无志安尼安排，这我嘛是啥拢无。啊，这是啥物讲，就爱一手过一手相接。你讲迄节目要有新的安排啊？有啥物好物件？这相机呢？你会当看到一栋厝。真的假？真的啦，我是因为我是查甫，无拢爱倒了，你有可能。哦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啊，你迄个礼品哦，你爱有新的安排啊。看啥物人含你陪。哦。啊，我的任务我就看恁到安尼完成。相机看使拢哪？啊，我若真正换着一栋厝，我等下还没小运动。啊高，你搞骗讲要做运动，你会惊哦，会惊就好啦。我实在是哦，你一直安尼甲我欺骗我的感情啦。哦，我是气甲啊！阿妈，咱新一季的魔术坐把术，你感觉安怎？啊，把术即马变甲安尼哦，啊每一个主持人安尼接抓，爱做任务呀。对啊，咱新一季的把术就号做后帮车这个哩。这个哩呀，哦安尼会使，啊好了真好。你1点钟来得过吗？有
1点钟哦，有啊绝对的。这个是咧碰过的节目。 13只左右吧。13只。厉害，袂歹啊。对啊，正常的人差不多。有人去钓已经足济啊呢，你1点钟钓虾啊，无钓呢。钓6只，啊食20只。用咩？高只啊！我就是要头家买无知影先叫你来食，啊无来先啊一般好我钓睇虾，一边钓一边食，我来再透过迄个食来了解这个虾啊感觉。哦，嘛是有咧观察。你1点钟算过上悬的记录是？哦，这厉害，这厉害，三只，你是三水汤粿好的呢，两尾真一只呢。哦，这现场钓呀，现场可以在钓虾啊。迄查某囡仔真厉害呢！我头一摆吼听讲有人会使1点钟钓30只。阿嬷，连工咱做伙来去钓虾啊，好无？你无咧起笑咧，我甘愿甲阮洋洋做伙去钓虾啊！我袂瘾甲你去。好啊，你莫后悔哦。搁内底是你上爱的。哦，好第二啊！伊当我特别会让我做个泡泡。哎呦！他都爱会啊，那有飞啊！哦，魔滑呢！哦，即马做个安尼啊！哦。哎，啊，水，卡一点仔个互你骗，但是这布地吼，甲咱顶摆迄个无啥共款的，但是嘛是足好看的。台语台节目就是遮尔啊多元精彩啊！对啦，好啦，我要来走啊！阿嬷你会乖啊啦！阿嬷。胸部遐特技功能，啊搞咱来身心脏病6、7、8啊！惊死人，搁真正有8咧！